翻嚟節目時間，傳統中式嘅擺設向來俾人啲古舊嘅感覺啊。以下呢個設計單位點樣用素色嘅家私襯托翻中式嘅收藏品呢？參觀呢一間屋咧嘅面積咧就大約1200尺，咁而係一位南湖主自己住嘅，佢都係對中國嘅文化咧係比較認識啊，同埋比較喜好多㗎，咁所以咧佢哋都有好多啲嘅中式嘅收藏品啦。咁而今次咧我哋重新同佢設計過呢一間屋咧，咁呢一個咧都係一個重點嚟嘅，睇下喺邊一個位置咧去展示翻呢啲嘅收藏品。南湖主咧，因為都比較年輕啦，咁所以咧喺設計嘅要求方面咧，咁佢都唔想話將一啲好中國嘅傳統嘅一啲嘅顏色，就譬如一啲深木色啊，或者一啲嘅線條比較花巧咧，去做翻一個裝飾。咁而反而咧，佢就想融入翻多啲嘅現代 modern 嘅一啲嘅設計。咁所以喺顏色方面咧，我哋都用咗一啲比較素色嘅譬如大地色啊，或者一啲淺米色啊，去做翻一個配搭，令到呢啲嘅收藏品咧都會更加突出。雖然我哋喺顏色上咧就比較上素色啦，但係我哋喺質感上咧，我哋都會想做得比較豐富啲。譬如咧長星嘅牆紙咧，我哋就用咗一啲環紋啦，咁啊變咗咧就會有一啲嘅質感。咁而另外我哋譬如喺一啲嘅木飾面啊、地板啊，我哋都揀翻一啲多木眼比較上豐富啲嘅紋路去做翻個配襯。雖然咧屋主咧都有好多啲嘅收藏品啦，咁但係我哋今次嘅設計咧做翻多啲嘅留白嘅位置啦，咁因為咧我哋都唔想咧太多位置做到展示嘅效果，就冇咗個焦點之餘咧，咁亦都令到成間屋嘅感覺咧就比較上凌亂。依家咧我喺客飯廳咧就揀咗幾個位置咧，配合埋一啲燈光啦，同埋一啲玻璃櫃面咧，咁就變咗咧而家可以更加突出到啲收藏品。我都希望咧喺客飯廳咧裏邊都有一個焦點啦，咁所以我就今次揀咗咧喺鋼琴嘅位置咧，就同係喺牆身咧就做咗一隻帶有一個淺綠色嘅長布去做嘅，咁而呢隻長布咧佢嘅質感咧就感覺好似一啲驚皮嘅效果。我哋都配搭咗金屬嘅層架啦，咁就變咗可以有個位置咧去展示翻佢一啲嘅收藏品。電視背景牆咧，我就選用咗一隻天然嘅雲石，都冇用到而家譬如流行一啲嘅岩板石啦。始終天然嘅雲石嘅紋路咧就比較上自然啲啦，亦都可以比較帶出一啲比較高貴啲嘅感覺。岩板咧咁啊，始終咧佢都帶出唔到呢一種嘅效果。下邊嘅電視櫃咧，因為我都想做得比較上一體化啦，台面啊，同埋尤其係我哋喺個腳座方面咧，我哋都用咗相同嘅雲石咧去做個配搭，望落去咧就會更加統一。屋主咧，因為本身咧都有一個古董花樽咧，就想擺喺客廳嘅位置，咁所以咧我就揀咗喺電視旁邊靠窗嘅位置咧，就做咗一個凹位，因為我都想做出一個對比嘅效果啦，咁所以咧我就用咗一個深色嘅木色咧去做咗一個配搭。客飯廳嘅面積咧都比較上大啦，咁而樓底咧亦都比較高啊。我就喺飯廳咧就做咗一個跌級天花啦，更加可以令到客飯廳有一個分明嘅效果咧。咁而呢個設計咧亦都有個好處啦。咁因為我哋喺跌級天花兩邊嘅位置咧，我哋都可以收藏翻嗰個冷氣啦，令到視覺上咧就更加整體化。但係飯廳咧，如果成個都係做一個跌級天花嘅話咧，咁就會比較上壓迫感啦。咁因為原本咧屋主咧都有一盞大嘅吊燈，咁都想放翻喺飯廳嘅位置，我就將中間嘅位置升高咗啦，咁就可以有足夠嘅空間咧，就放一盞大型嘅水晶吊燈。而四邊嘅位置咧，我都做咗一個滲燈嘅效果啦，咁亦都咧加強翻個線條感咧，所以我就做咗一個深木色咧嘅線條咧就配合翻，咁而家咧就望落去咧更加有個層次感。家私選擇方面咧，都花咗好多心思嘅。譬如喺揀餐台啊、餐凳嘅時候咧，咁我哋都揀翻啲比較上簡約啲嘅現代感比較重啲嘅線條啦。不過佢上面都帶翻有啲深色嘅木咧，咁因為屋主佢有一啲嘅收藏品咧係一啲瓷畫啦，都係啲深色嘅畫框啊。咁甚至一啲大型古董嘅擺設咧，都係啲深色嘅木色。所以咧呢度嘅顏色嘅配搭咧，我都想呼應翻。
主人房嘅整體設計咧，我哋喺顏色方面咧，主要都係用咗大地色去做配搭嘅。喺床頭嘅位置啦，我哋就用咗一隻綠色啦。始終喺睡房咧，都想帶翻啲大自然啊同舒服啲嘅感覺。主人房嘅面積咧就唔係話好大，咁但係因為屋主咧佢都想有一個衣帽間，考慮到咧因為屋主咧就自己一個人住啊，咁所以房間咧就唔需要咁多，我就用咗另外一個房間嘅位置咧就撥入咗去做一個衣帽間。咁而衣帽間入邊咧，我哋都用咗一個 U 型設計啦，去做咗一啲嘅櫃咧，咁啊可以加強翻嗰個儲物量。電視另一邊嘅位置咧，原則咧就有個細窗嘅，可以通風啦，亦都可以加強翻個房間嘅光線。咁但係因為咧，如果就咁落窗簾嘅話咧，咁就會影響成個電視牆嘅一體化。咁所以咧，我哋就設計咗一個趟門啦，有翻一個遮光嘅效果。咁而需要通風嘅時候，亦都可以打開。屋主咧，除咗有好多中式嘅收藏品之外啦，咁佢都好中意品酒啊，食下雪茄㗎，所以呢一間房咧，我就預留咗一個位置啦，咁就可以俾佢有陣時放工翻嚟咧，就可以放鬆一下。因為品酒食雪茄咧都係一啲歐式傳統嘅活動嚟嘅，咁所以咧我就喺設計方面咧就想用翻啲比較古典色彩重啲同埋英倫風去配合。例如我哋喺牆身方面啦，我哋就用咗一隻帶深色嘅墨綠色咧嘅牆紙去做咗個配搭，而前邊咧都有放咗兩張梳化啦，咁而呢張梳化咧都係特別訂製嘅，揀選咗一啲仿古被啦，同埋一啲窩釘咧，咁呢啲都係一啲 antique 嘅元素。房間另一邊咧，我就做咗一個書房啦。咁而呢邊嘅設計咧，主要都係用翻一啲比較簡約嘅線條，因為我哋都想帶翻出一啲比較上穩重啲嘅感覺啦。所以書櫃嘅顏色咧，我都用咗深木色啦，而去歡迎翻休閒區嗰邊嘅設計。房間嘅房門咧，我哋都擴大咗佢啦，就做咗一個趟門嘅設計。門框咧，我哋用咗一個黑色嘅不鏽鋼啦，都係帶翻多啲現代感嘅，亦都可以滿足翻咧屋主嘅要求。咁而呢個趟門嘅設計咧，我哋就用咗一個磨砂玻璃。咁因為咧原本呢個走廊咧都比較上暗啦，咁所以我都想喺書房嘅光線咧就帶入翻去走廊。